咱非常感谢咱这女性妇女朋友甲新住民这好朋友，大家同齐徛出来吼。这位呢，咱伫拜六初九下早10点，伫咱溪湖要来举办着咱的这个中华关小英姐妹会，以及咱新住民小英姐妹会的这个成立大会。那么咱特别邀请到咱女性的部长郑丽君部长吼，咱的劳动部许明春部长，以及呢咱行政院咱的副院长陈其迈，甲咱所有女性这朋友，尤其是咱的这个女性的候选人吼，咱陈秀宝立委吼，希望立委、陈淑华立委，甲咱周清耀馆长吼，蒋雄议员等等，大家呢拢会全部徛出来。这演讲呢，咱中华关第一次有新住民的朋友，大家同齐来支持小英，成立了咱大规模的下关的义工，会超过1200个来参加。大家好，11月9号，姐姐妹妹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大会，成立大会，2020台湾要赢，姐姐妹妹一起来拼小英总统，好不好？出生在台湾，但是现在是台湾人，我爱台湾，我更爱蔡英文。大家早安，我是邱丽雅，菲律宾新出名。为了爱蔡英文总统，2012年认识他，非常他英文很好。所以这个未来跟我们的新出名，非常谢谢蔡英文总统，谢谢台湾。大家好，我是YGC名，我菲律宾来的，我过来这，我嘛是台湾人。大家支持蔡英文，所以未来台湾港较好，大家支持，拜托拜托。